大家好啊！今日係4月30號，一直以來都有粉絲問壯果囊有冇用。其實講100遍，不如自己去試一片。紙上談兵係冇用嘅，呢啲呢就係紅橙哥嘅荔枝啦。呢啲就係實效，雖然冇係最靚嘅，但係我都比較知足啦。有啲人講我揾靚嘅拍，其實我亦有個別棵冇靚嘅。但係紅橙哥嘅果園隨時歡迎大家過嚟交流。第一個視頻入邊係有位置嘅，我哋幼果期使用壯果囊，可以緩解生理落果，加強細胞分裂，增加細胞數量，促進果實嘅橫向生長同埋縱向生長，提高果實嘅膨大力同埋產量，去改善品質。我哋補果之後，每次防蟲嘅時候就加上壯果囊一齊去噴，直接噴到荔枝紅頭。我哋再噴2槍嘅萬驚紅蓆色，咁就得米啦。壯果囊一包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放15克或者17毫升。每隔700天防蟲嘅時候，我哋加上壯果囊一齊去噴，直接噴到紅頭。未備好嘅朋友揸緊時間備好，快遞需要3-5天時間嘅，冇到時想用呢，冇等得到。祝大家萬事如意，合家安康。